呢一套晨曦大地嘅3房3房2廳嘅單位，入正面積96平方，南北通透嘅戶型。呢一邊咧係朝呢個北向嘅，呢一邊咧係朝呢個南向嘅。好啦，我哋從門口呢度同大家介紹，一門呢度咧，左手邊呢度咧就有一個鞋櫃啦，翻到嚟咧就可以將呢個鞋擺喺呢度。呢邊呢度咧就係廚房啦，房內嘅廚房，呢度咧全部都係木紋式嘅櫥櫃，係啦，呢個抽油煙機各方面都係非常之新淨嘅。出面仲有一個生活露台仔，呢間房咧一共有3個露台嘅，廚房呢個生活陽台，然後咧呢邊呢個南向嘅陽台啦。南向嘅陽台出面可以擺放洗衣機餐廳位咧係可以擺放呢個6人台嘅。再去嚟睇下呢個北向嘅陽台，北向嘅陽台一樣都係擺放咗個洗衣機嘅。屋企可以住到好多人，所以咧洗衣機都2台，唔係有時驚洗唔切嚟到呢邊睇下啦然後咧前方呢個位置後面嗰座咧就係呢個一中心啦，呢一條咧就係東華大道上去就係呢個一中心方向。我哋入去睇下休息區嘅3間房，呢一間房咧就係第一間房啦，上下床，因為原先咧佢屋內居住嘅人比較多，呢間房咧就主人房，2米嘅大床，靠邊咧定製咗到頂嘅呢個衣櫃啦，呢邊係呢個朝呢個北向嘅飄窗，呢間咧就係呢個南向嘅房啦，第3間房，1.8米嘅大床，右手邊咧就係呢個定製到頂嘅衣櫃。係啦，呢邊咧就係呢個南向嘅飄窗，南向嘅飄窗咧可以望到呢個自在城3期嘅，佢呢度咧係同呢個自在城同一個區位。好啦，目前呢一套單位咧96個平方，3房2廳1衛，總價都係50幾萬啫。而家咧上面呢度咧就同大家介紹咗啦，而家咧我哋就落樓下同大家介紹下周邊嘅配套。落嚟樓下同各位介紹下晨曦大地2期嘅呢個樓盤。晨曦大地呢個樓盤咧係由呢個深圳市海生活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嘅，社區園林咧各方面都規劃得非常之好，有呢個水系園林同埋呢個運動場所。呢一個區域咧就係呢個地下停車場以及呢個兒童活動區域，健身器材區域。社區嘅園林綠化咧都係聘請呢個專業嘅園林綠化公司收葺，每個平方管理費各2。就係呢個晨曦大地附近啦，自在城呢度，目前咧已經興建好一個肉菜批發市場，以後咧平時買餸煮飯咧嚟呢度非常之近。再同大家介紹下啦，交通方面就係呢個晨曦大地社區門口就可以乘搭呢個368嘅巴士到呢個淡水方向往呢個澳頭海邊方向嘅。平時去海邊玩食海鮮就喺門口就可以搭車噶啦，非常之方便。亦可以睇到咧，社區樓下嘅商業咧各方面都有嘅，非常之方便。日常購物咧都唔使去得太遠嘅。另外咧喺呢個自在城3期樓下就可以乘搭呢個巴士到呢個惠陽高鐵站，途經呢個萬達廣場同埋呢個益田廣場嘅呢一條線路嘅巴士。周邊嘅大型商業咧亦都非常之多嘅。另外社區門口
南門呢邊啦，就有呢個 M187號嘅巴士，呢一條巴士嘅線路咧係到呢個深圳沙田地鐵14號線，每日嘅營運時間咧都同呢個地鐵線嘅時間係一樣，從朝頭早嘅6點到晚黑嘅11點，非常之方便，通勤呢個深圳。呢一期嘅晨曦大地咧就同大家介紹到差唔多啦。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過嚟實地考察睇一睇。